原來彼拉多喺第33節至到第39節呢一小段啊，問過幾個問題，而呢啲問題咧就深深值得我哋思想。然後彼拉多知道呢啲問題答案之後咧，佢就話查唔出耶穌有什麼罪來。所以我好簡單同你分享一下，即係話嗰個嘅原因係乜嘢吓，同埋話呢啲嘅問題啊，我哋都要思想一下。嗱，我好簡單去分享幾個問題吓。咁喺第一個問題問乜嘢咯？第一個問題咧就係喺第33節啊，第18章嘅33節，彼拉多又進了衙門，叫耶穌來咧，對他說：你是猶太人的王麼？啊，你是猶太人的王麼？吓，嗱，今日咧我哋睇呢一句嘅說話冇乜反應啊，冇乜感受，因為我哋唔係猶太人。但係如果你對聖經有啲了解，你又信咗耶穌咧，原來猶太人與我哋係息息相關嘅。點解啊？因為猶太人係我哋嘅弟兄。喺呢個約翰福音第4章22節裏邊說到，救恩係從猶太人而嚟嘅，即係話今日我哋信咗耶穌，係透過猶太人，透過亞伯拉罕，然後我哋信咗耶穌之後，如果彼拉多問啊，問下你是猶太人的王麼？即係話你係咪基督徒嘅王啊？或者耶穌係咪我嘅王啊？如果我哋嘅王係耶穌，我哋嘅王叫我哋去做嘅嘢，我哋做唔做啊？嗱，今日邊個人做我哋嘅王啊？嗱，如果冇耶穌的人啊，世界嘅王就係我哋嘅王啊。世界嘅王係邊個啊？係撒旦魔鬼啊！佢係世界嘅神啊！佢係世界嘅王啊！佢係世人嘅父啊！嗱，呢啲嘅內容都係俾我哋知道，整個世界被魔鬼控制緊。所以彼拉多佢問耶穌：你係猶太人嘅王嗎？亦都問我哋吓，耶穌基督係我哋嘅王嗎？希望你話 yes，但你話 yes 之後咧，有好多事情要做噶。你願唔願意擺上啊？你願唔願意犧牲啊？你願唔願意付上代價啊？如果唔願意咧，只有死路一條，就係因着自己嘅罪會落到地獄。